真喜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藏传佛教尼玛派嘎托寺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法会；第16届嘎夏发布保障西藏未来为题的愿景文件；议长堪波苏南丹培祝贺印度莲花市勋章得主提克赛仁波切。联合国专家要求中国澄清在西藏大规模剥削劳工问题。西藏采砂坛城展在拉丁美洲国家举行。澳大利亚藏人社区举行第9届年度大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来自藏传佛教尼玛派嘎托寺和康嘎托藏人定居点的僧俗民众，于本周三4月1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祷法会。藏传佛教尼玛派嘎托寺僧众和居住在印度喜马偕尔邦康嘎托藏人定居点的近100名藏人民众，参加了长寿祈祷法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领导的第16届嘎夏，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西藏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等主要资助机构代表的见证下，于本周一4月10号发布了一份题为“保障西藏未来”的愿景文件。这份具有象征意义的愿景文件是基于第16届嘎夏在过去1年半的执政期间所重申的承诺。该文件将为寻求和平解决藏中冲突的中间道路政策提供动力，同时满足流亡藏人社区的需求，这也是本届嘎夏的主要使命之一。该文件还着重强调了西藏在未来为中国带来积极发展，并将其转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方面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意义。司政边巴次仁在发布仪式上指出，第16届嘎夏此次发布的愿景文件旨在提高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更好地介绍当前嘎夏的执政方针，其中包括通过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寻求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从而解决藏中冲突。他进一步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和藏人民众做出集体努力，提高透明度，确保提供文件中所承诺的事项。同时感谢所有为这份愿景文件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美国国际开发署任务主任威纳雷迪作为特邀嘉宾，与他的团队出席了发布会。他在致辞时对流亡藏人社区的社会融合，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和民间团体的系统性治理模式表示赞赏。另外，一个由6名联合国专家组成的小组近期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份联署信函，对中国政府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当局在西藏实施的劳动剥削有关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联合国专家在信函中呼吁中国提供有关西藏劳动力转移计划的详细信息，如西藏现有的强制劳动力转移设施的数量和地点，通过劳动力转移计划转移的藏人人数和分类统计，设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公司企业，藏语的教学和使用率，其中包括对使用藏语的限制措施，以及被转移到建筑或纺织品制造等低工资、低技能工作领域藏人的福利问题。此外，联合国专家还要求中国提供在西藏实施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系统的相关信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对联合国专家的举动表示欢迎，并感谢专家们关切在中国统治下藏人的悲惨处境，以及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和维护联合国专家发出的信函，并以既定程序提交详细信息。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苏南丹培
于上周一4月5号致函祝贺印度拉达克提克寺主持和前国会议员提克塞仁波切荣获2023年度印度第4大平民奖章莲花式勋章。议长在贺函中写道：“您荣获2023年度的莲花式勋章，是对您在长期弘扬佛教事业和对人类服务方面的坚定认可。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成就，全世界的藏人将与拉达克的兄弟姐妹一起，继续发扬和传播佛教教义和利益世界。同时，我也希望您能按照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继续以佛教的价值观和文化服务人类兄弟姐妹。”提克塞仁波切于上周三4月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获颁莲花式勋章，随后于本周在印北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另外，位于巴西圣保罗的西藏之家在过去的1个多月里，在3个拉美国家举办了多场藏传佛教采砂坛城创作展。在巴西圣保罗市举办展览期间，该市人权和公民事务秘书长索尼娅·弗朗西和圣保罗市议员克里斯·蒙泰罗参观了展览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澳大利亚藏人社区第9届年度大会于上周日4月9号在墨尔本举行，驻澳洲代表甘玛森格和议员丹增平措作为嘉宾出席了活动。会议审议了3个主要议程，包括如何促进和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如何开展更有效的西藏问题宣传和游说活动，以及如何维持和加强澳大利亚的藏人社区等议题。来自坎佩拉、悉尼、辛堡、诺拉、墨尔本、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等地的约120名藏人协会的代表和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上述2位嘉宾还出席了4月7号至10号在维多利亚州藏人协会举办的第11届澳洲藏人青年团结俱乐部体育竞赛闭幕式。来自墨尔本、悉尼和辛堡的6支足球队、8支男子篮球队和4支女子足球队参加了此次比赛。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